9月18规模6.8大地震惊动全台湾，这两天是余震不断，和乡亲真烦恼讲，若搁引发灾情要安怎？地震测不中心的主任陈国昌强调讲，这个余震会愈来愈少，以近期最近的地震来看，拢符合慢慢减弱的模式。也有学者主张讲，最近这个地震尽量有向北的趋势。前气象局局长辛在庆就讲，敢会发生地震，就要搁看当地地震人员累积的情形。 地震发生之后呢，它就一路向下。强调地震尾会愈来愈少，因为台东关山地上连续2天发生规模6.4和6.8地震，各陆续出现有感地震。不过地震测报中心主任解说讲，最近的地震拢符合大大减少的模式。接下来的还会有余震哈，不过接下来余震就不会像 现在所发生的那么密集。外界关心这摆地震的原因，有专家认为和中央山脉断层有关。不过目前中央地震调查所发现有部分地表壁器出现在地上断层烟线，还有壁顺和喷刷的现象。不过，敢是造成地震的主因，还要调查。有教授讲，最近的地震尽量有向北的趋势。往北这边的话，它比较有高的几率往北去。 前气象局长辛在庆提面册讲，台北拢会出现真侪地震专家解说地震尾有向北刷震动的趋势。不过认为花莲敢会地震，要是要看在地地动能量的累积状况，和地震尾无关系。不过地质专家提醒，全台目前36条活动断层，未来可能会搁活动。其中一条山卡断层上危险，就伫台北盆地西北方，40到70万年前开始活动，奈落才形成台北盆地，目前也是活动断层。余震破坏以后的余震呢，它会向各方面去破嘛。另外一个是它能量很大，它会去牵动到旁边的断层，造成旁边断层在错动。如果三角断层发生大地震，台北盆地会有一大块地区会陷落，海水会从淡水灌入，那台北会有很多地方会被水所淹没，那可能有一部分的地区会变成沼泽。 不过，地震测报中心主张山卡断层就数据来看，危险性无悬，民众唔免伤过烦恼。我是李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